继续来到云林县，唯一咧走高速公路的日通客运发出着公告，后个月初一开始取消65岁以上的老人半价的优待。安尼一来，为台北坐到台北，本地半票210块，就要变做全票420块咯。云林县为经营国道客运的一趟客运要取消65岁以上老人优惠票，客运公司打出公告，因为登记甲伫吸收优惠票的差价，造成国道路线严重减收。2008年10月初开始，4条国道路线调起，这老人优惠票价比照全票，到台北原本是收半票，只要210块，10月初了后咧是变全票，就要420块。安那安尼啊，较早的人就有法度优惠，拄着阮要开始啊，就变忙啊。民众感叹真可惜，客运嘛真无奈，讲一档有50万的旅客，其中买半票优惠就占25%到30%，再加上高铁云林站开通了后，影响愈大。偏乡地区老年人口比例上升，那加上我们高铁开通之后，全票的旅客被高铁给拉走之后，那我们老年的乘客的比例就拉高了很大的一部分。客运公司表示，公路总局的补助方案，无度弥补因一档3000万的优惠票的亏损。去年的公告要变卖大楼周转，还佫有赶卖出的布条，等待买家。即马咧真正是退袂落去啊，才会取消老人的半票优惠。